见却殆嘛，我就说，你第一个你要学甘露呢，孔子跟我讲，你要就是要去多闻，要去多见，要博学就对了哈，做过来去孔啊哈，做过来去听啊哈，绝对不是说不像现在现在资讯很方便嘛，你可能在家里面可以看电视啊，可以上网络，可以找到很多的资讯，而在以前那个时代不是这样子，你要去多闻多看。那当然，子张讲这个学甘露当然不是指生意上的嘛，他可能要去为政要去当官。那以前当官，当然你更需要出门去看人民的状况了你不可能整天坐在那个官府里面人民就会自动来跟你讲我生活上有什么问题，有什么状况嘛不见得会这样子所以都要去多看就对了所以在这边呢，跟我们讲第一个就是要去博学那再来呢要去审问慎思博学审问慎思嘛要谨慎的问要去还要谨慎的思考那这里面当然我们句子里面没有直接去讲到审问跟慎思这个，可是呢，重点就是一个慎一个谨慎，一个心一个很谨慎小心的一个心态是很重要的要谨慎所以他说多见慎言其语嘛慎言其语跟慎行其语，其实就是在讲我们要很谨慎的去处理这些事情。你能够慎行其语，就代表你背后有这个精神你去很用心的去了解它的内容嘛那再来就是明辨我们里面是讲到要多闻却已多见却殆那你要能够了解什么是疑惑，什么是不好的，那你必须要明辨有智慧去判断它。你要是没办法去分辨哪个是不好的哪个是有疑惑的有的人他分辨不出来，所以他照单全收他就全部都听进来就像有的人他没办法去，有一个人他就说他